各位，我哋不妨低頭睇一睇，睇啲乜嘢呢？睇下我哋呢上腳，我哋平時可能會花好多心思去打理頭髮、去揀衫、去保養面容，但係往往最容易忽略嘅就係呢上日日夜夜支撐住我哋嘅雙腳。其實呢，大家不妨深思一下，從中國傳統文化嘅宏觀視野嚟睇，呢雙腳絕對唔單止係用你行路嘅工具咁簡單，佢用你實實在在坐喺大地上面嘅根，亦都係你成個人生嘅命脈所在。我哋常說樹高千丈，喺香港經歷過經濟起飛，或者早年漂洋過海喺異鄉打拼嘅華人朋友嚟講，承載咗太多嘅歷史同埋記憶。想當年幾多人抽住個用白藍膠袋，捧住一雙腳行過羅湖橋，走過獅子山下嘅崎嶇山路，又有幾多人踏上甲板漂洋過海喺唐人街嘅街頭巷尾，一步一個腳印踩出咗家族嘅第一桶金。呢雙腳行過李寧，踏過繁華，見證住我哋華人嗰種最感人嘅生命力。從義理嘅角度嚟講㗎，天地之道一陰一陽，我哋人企喺天地之間，頭頂青天，腳踩大地田，係乾卦，地係坤卦，易經坤卦入面有一句非常著名嘅說話，叫做地勢坤，君子而厚德載物。大地係唔會揀擇萬物嘅，去默默咁承載住高山流水，承載住花草樹木，亦都承載住我哋每一個人。而我哋嘅雙腳就係我哋同大地連接嘅唯一媒介，亦都係我哋接收地氣、承載福德最核心嘅地方。你對腳踩得有幾穩，你嘅人生就能夠行得有幾遠。自古以嚟，我哋中國嘅商學就有上有心生，腳藏命格嘅講法。好多人以為睇相淨係可以睇面相、睇手相，其實腳相入面藏住嘅玄機往往更加深刻、更加真實。有時會因為後天嘅勞作而改變，但係腳嘅形狀、腳底嘅紋理，一早就將你呢世人嘅福禍、你嘅性格底色，甚至乎你喺絕境之中嘅轉機，清清楚楚咁寫咗喺入面。我睇過無數嘅命理風水，見過太多嘅大起大落。好有趣嘅現象，有一重人嘅腳睇起嚟係最普通、最勞碌嘅命，但往往係最後翻身最大、福報最深嘅人。有一重人由細到大俾所有人話佢冇出息，中意折騰，但佢腳底藏住嘅偏偏係掌上之財，只要時機一到，必定飛龍在天。仲有一重人，一世人唔爭唔搶，表面睇好似蝕底，但偏偏係最容易喺絕境入面遇到貴人，逢凶化吉嘅。點解會咁樣呢？呢個就係天地因果嘅奇妙之處。今日我就會將呢6重腳相入面藏住嘅玄機，毫無保留咁同各位講清楚。我哋唔單止係談玄論道，更加要透過呢雙腳睇到我哋人生嘅軌跡。學習易經同埋商學，從來唔係為咗迷信，而係為咗命理，明白天地嘅規律，明白自身嘅局限與優勢，從而順應天時，趨吉避凶。而家我請各位朋友放鬆心情，除低鞋沫，或者喺腦海之中回想一下自己雙腳嘅模樣。睇上有男咗旅遊嘅講法，腳相亦都係同樣嘅道理。男士睇咗腳，注意腳只要自然放鬆。而家我想請大家低下頭，或者喺腦海入面仔細回想一下你嘅雙腳。我哋嚟睇睇第一重腳相，大家留意下自己嘅大腳趾係咪一馬當先，明顯比旁邊4支腳趾都要長出一截呢？其他4支腳趾呈現一個階梯狀，順住向下排。或者你嘅家人係呢種腳型，我今日要喺度先恭喜你。喺我哋傳統嘅商學入面，呢種腳型有一個非常大氣嘅名，叫做靠山上。呢種係典型大器晚成嘅命格。點解叫靠山上呢？大家不妨深思一下。大腳趾係我哋足部受力最重嘅地方，佢生得最長最穩，意味住呢個人喺人生嘅道路上天生就係要去幹事嘅。呢種人嘅性格入面往往有一股倔強，認定咗一件事九字牛，
都拉唔返轉頭。喺後生嘅時候，可能會令佢哋食唔少苦頭，甚至會俾身邊嘅人笑佢哋係死腦筋，唔識變通。但係從義理嘅角度嚟講，刻喺佢哋命入面最值錢嘅東西，已經第26卦叫做大畜卦，天在山中大畜。卦辭講君子以多識淺言妄行以促其德，意思係乜嘢呢？真正嘅財富同福報就好似藏喺深山入面嘅寶藏咁，係需要漫長嘅時間去積累、去沉澱嘅。大腳趾最長嘅人，佢哋人生嘅前段往往係喺蓄德，即係積累自己嘅德行同本事。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講一個真實嘅故事。喺香港上環嘅海味街呢一條充滿咗歷史底蘊嘅街道，早年能夠喺度立足嘅都係經歷過大風大浪嘅生意人。我認識一位老街坊，我哋姑且叫佢陳伯，係做包心刺肚批發生意嘅。佢個上腳就係非常標準嘅大腳趾特長靠山上。陳伯10幾歲就由鄉下偷渡嚟香港賣世界，一開始喺海味鋪做學徒，夜晚就瞓喺鋪頭嘅地下。佢呢個人認死李師傅教佢點樣睇頂級嘅日本嘅品包規模，點樣摸北海道嘅中谷瑤柱，佢學得比邊個都精，而且堅持1分錢1分貨，絕對唔會以此侵口。後來陳伯自己頂咗一間細鋪頭做老闆，有一段時期海味市場嘅競爭極之激烈，有啲行家為咗賺快錢開始玩起真假參半嘅黑心套路，例如用化學藥水浸泡劣質嘅海參，令佢睇起嚟又大又靚，又或者攞外國嘅平雞乾貝混喺頂級瑤柱入面當高檔貨賣，利潤一下子翻咗好幾倍。嗰啲賺咗快錢嘅老闆揸住平子房車嚟到陳伯嘅鋪頭門口，笑佢話：老陳啊，你呢個人就係唔識變通，而家乜嘢年代啦，你稍微參少少入去，神仙都食唔出，何必守住嗰啲死規矩，連伙計嘅人工都差啲發唔出。陳伯同我回憶話，嗰幾年係佢人生最難捱嘅日子，生意俾行家搶走咗一大半，自己仲要蝕本去維持老客戶。佢心入面亦都曾經有過動搖，係咪自己係動搖？真係錯咗，係咪呢個社會就係老實人蝕底？有一日深夜，佢一個人喺鋪頭入面盤點嗰啲賣唔出嘅靚貨，抬頭望見當年師傅送俾佢嘅一塊舊牌匾，上面寫住4個字：紅繡舞戲陳伯畫。佢望住嗰塊牌匾，猛然醒悟。佢摸住自己嘅良心講：我陳某人當年抽住紅白藍膠袋嚟香港求嘅，不過係一口安樂茶飯。如果我今日會住良心去賺嗰啲獨心錢，我對唔住師傅，更加對唔住我哋上踩喺香港土地上嘅腳。佢把心一橫，再困難都絕對唔做㗎。結果唔夠2年時間，市場迎嚟咗一場大洗牌。當年爆發咗極之嚴重嘅食品安全風波，海關同食環署嚴查海味市場嘅化學添加劑，嗰啲平時耀武揚威歸嗰啲平時耀武揚威，賣家貨嘅行家紛紛俾人查封、罰款，甚至惹上官非，名聲徹底臭晒，幾十年嘅基業毀於一旦。而就喺呢個時候，北美唐人街最大嘅一個連鎖酒樓集團要採購一批最頂級、最純正嘅海味去辦大型嘅僑領宴會，買手喺市面上測咗幾十間，全部都唔合格。最後佢哋揾到陳伯嘅貨倉，幾十項嚴苛嘅檢測做落嚟，陳伯嘅貨純正度100%，質量無可挑剔。外國嘅老闆當場拍板，唔單止告誡包晒陳伯所有嘅存貨，仲直接簽訂咗10年嘅獨家供貨合約。一夜之間，陳伯厚積薄發，成為業界首屈一指嘅海味大亨。但佢發跡之後，依然着住普通嘅唐裝衫，每日朝早親自去巡視貨倉，對每一個搬運工人都客客氣氣。逢年過節，仲會派發海味福袋俾街坊。各位朋友，我哋再回頭睇睇陳伯嗰上腳，
天生就係能夠講得住事嘅人，商道即引導。你講得越耐，積得越深，到咗某個時間點，老天爺就會以別人完全諗唔到嘅方式，將你應得嘅福報連本帶利咁還返俾你身上嗰股唔願意隨波逐流嘅倔強，唔係缺點，係你命格入面最值錢嘅底線。擁有靠山上嘅人，你要記住我呢句話生，唔向你行埋嚟跟為你，你就自己去成為嗰座山。只要你心靜腳穩，你遲早會成為你家族、你事業入面最堅實嘅嗰座靠山。我哋而家嚟睇睇第二重腳相，就係第二指腳趾最長嘅腳型。大家不妨低頭睇睇，或者幫身邊嘅家人留意一下，你嘅第二指腳趾係咪比大腳趾仲要長出一截？唔需要長好多，哪怕只係稍微長出少少，只要明顯過咗大腳趾，就係我哋講嘅呢種腳相啦。如果你嘅腳係咁樣，我要同你講聲恭喜。喺西方叫做希色腳，你去睇下嗰啲古希色留落嚟嘅神仙雕像，幾乎全部都係第二根腳趾最長。但係喺我哋中國傳統嘅相學同風水磁場入面，呢種腳相有住極深嘅內涵，我稱之為無心插柳之相。點解咁講呢？呢個就必須講到易經入面我最重要嘅一卦第15卦謙卦第3謙。高山隱藏喺大地之下卦辭講謙問亨君子有宗。易經64卦入面每一卦都有吉有凶位，唯獨謙卦係六戊皆吉，大吉大利嚴。表面上睇係佢樣係唔爭，但實際上佢係一重極之強大嘅內在能量。而腳趾最長嘅人，足陽明胃經氣血最旺。呢種人天生心胸廣闊，心入面裝唔落太多嘅算計同雜念。佢哋嘅能量係向外發散嘅，形成嘅係一重溫暖嘅磁場，而唔係防備嘅刺。好多海外華人家族企業或者香港嗰啲傳統嘅大家族入面，往往都會有一位咁樣嘅定海神針。我認識一位婚姨，佢當年介入咗一個喺東南亞做橡膠生意嘅華僑大家族，幾房人住埋一齊，族裏之間、兄弟之間為咗爭奪家族嘅生意權力，明爭暗鬥，直情好似日日喺度上演宮廷劇咁。婚姨對腳就係標準嘅第二腳趾最長。婚姨初嫁過去嘅時候，娘家背景不如人，好多親戚都覺得佢一定會俾人蝦得好慘。但係婚姨根本唔識呢啲環環繞繞，佢每日諗嘅就係煲啲乜嘢湯俾老爺飲，過節嗰陣準備啲乜嘢禮物俾幾房嘅細路。其他人將唔想接嘅家族繁瑣雜事丟俾佢，例如返鄉下祭祖、統籌中親會嘅宴席，佢都唔嬲，笑呵呵咁，全部盤盤由你辦得妥妥當當。有啲族裏私底下笑佢蠢，話呢種人喺家族面遲早俾人邊緣化。結果呢，過咗10年，家族嘅創始人即係嗰位見慣風浪嘅老太爺病，仲老太爺喺病榻前望住床前嗰啲平時阿諛奉承、實質各壞鬼胎嘅子孫，心入面無比清醒。佢最後做咗一個令所有人大跌眼鏡嘅決定，將家族最核心嘅信託基金同基礎最值錢嘅物業，全部交俾婚姨嘅丈夫嗰一房去打理。並且指定婚姨作為家族基金嘅監管人之一。老太爺臨終前對律師講咗一句話：你個只有話份，係真心盼望所有人好嘅交俾佢，呢個家先至唔會散。各位朋友嘅婚姨呢世人從來冇算計過任何人，但最大嘅福報就係落咗喺佢身上。呢個唔係運氣，呢個係謙卦嘅磁場法則喺度講嘢唔爭，即係曾呢種人行入一個地方，氣氛就會變好。呢種人留喺一個屋企，嗰個就會越嚟越旺。你問佢係點樣做到嘅，佢自己都講唔清楚，因為佢根本冇刻意去做，佢只係做緊佢自己。如果你屋企有咁樣一位二腳趾最長嘅太太、新抱或者女，你千萬要好好珍惜，唔好將佢嘅心養窄咗，佢就係你哋屋企最寶貴嘅活風水。第三重腳相，佢背後嘅玄機，你而家睇睇你嘅大腳趾，
而腳趾仲有3腳趾。呢3個腳趾頭係咪生得差唔多一樣長？喺前面平平排成一條直線，就好似一埲平砌嘅牆壁咁。而第4支腳趾同小腳趾就突然短咗落去。如果係嘅話，先唔好嘆氣，聽我將說話慢慢講完。喺命理學上有個名堂叫做天生勞碌命，但我今日要喺度話俾你知嘅，絕對唔係叫你認命，而係要教你點樣破局。好多經歷過香港60、70年代製造業起飛，或者早年移民海外開餐館做工漢嘅朋友，往往都係呢種腳相。我有一位老相識近死，大家都叫佢林叔，佢對腳就係典型嘅前3指齊頭並進。林叔喺觀塘開過製衣行，後來又去咗北美做進出口貿易。林叔呢世人就係一個大寫嘅王字做老闆30幾年，佢每日朝早5點半起身，比工人早到1個鐘頭。行入面任何事佢都要親力親為，邊部衣車有雜音，邊個車位工人嘅手勢唔啱，邊批貨嘅邊角有瑕疵，佢對眼就好似一部永遠唔會熄機嘅閉路電視。佢太太同個仔勸佢話：你都60幾歲人啦，貨權俾下面嘅人去做啦，唔要命咩？林叔搖搖頭，講咗一句句掛喺嘴邊30年嘅話：我唔親自望住，一定會出事嘅。返到屋企，佢都係一樣。太太喺廚房煲湯，佢喺旁邊睇住火候話：你咁樣火太大，啲湯會濁嘅。個仔喺度整車，佢將個扳手搶過嚟，話你呢個後生仔唔識，等我嚟。佢唔係有摸意，佢係真係放唔低。佢雙手習慣咗一世人都要插落去做啲嘢，好似只要佢一停，地球就會停止轉動咁。結果林叔65歲嗰年喺貨倉點貨嘅時候，突發心肌梗塞，直接暈低喺貨堆旁邊。救護車嚟嘅時候，佢仲緊緊捉住張出貨單，送到急症室。醫生話再遲10分鐘。神仙都難救，林叔喺深切治療部瞓咗足足7日，身上插滿喉管，邊度都喐唔到個次，係佢呢一世人第一次被逼停落嚟。各位聽到呢度，心入面係咪有啲觸動呢？但呢個故事最震撼我嘅，唔係林叔暈低嗰一刻，而係佢暈低之後發生嘅事情。林叔住院呢7日，佢最擔心嗰間貿易公司冇冧到，佢個仔每日朝早6點去開門，一腳踢將所有出貨流程理順。佢太太將帳目查得清清楚楚，嗰批趕住出海嘅貨順順當當走咗船，一件事都冇出差錯。當林叔轉入普通病房，望住個仔流過嚟嘅財務報表，呢個倔強咗一世嘅老人家突然腦裏中話：唔係因為感動，而係因為羞愧。佢同我講，其實佢哋一早就可以獨當一面啦，係我一直唔肯俾佢哋大局。各位朋友，易經入面有一個木卦，講嘅就係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要學識莫落，學識放下，先至能夠迎你新生。呢個先至係勞碌命最深嘅秘密。前3指一樣長，天生勞碌命嘅人，你哋唔係因為命苦先至停唔落嚟，而係因為你哋心入面深藏住一重巨大嘅恐懼。你哋害怕一旦自己放手，呢個世界就會亂晒大坑，屋企人就會撐唔住，所有嘅心血都會白費。呢個同佢着住勤勞同責任嘅外衣，所以連你哋自己都察覺唔到，但佢消耗嘅係你一生嘅健康，同埋你家人本來應該有嘅成長空間與信任。勞碌腳嘅朋友，我送你一句話：真正嘅愛唔係替佢哋扛下所有，而係相信佢哋有能力自己去扛。學識放手，學識信任，你放低嗰一刻，已係完成咗你人生最大嘅功德，成就咗你嘅下一代。就係勞碌命破局嘅唯一智慧解劑嚟。而家我哋要講第4重腳相，呢種亦都係6重腳相入面最令我相信因果、相信善念真係有強大力量嘅一重。大家而家可以用手去摸一摸自己嘅腳背，仔細感受一下你嘅腳背係乾癟癟、皮包骨頭，青筋好似蚯蚓咁一條一條鼓出嚟呢，定係肉乎乎、豐厚飽滿，完全睇唔見骨頭，亦都睇唔見青筋嘅？
如果你嘅腳背落去係軟嘅，有一重厚實嘅肉感，那你今日真係要認真聽啦，我要喺度為你鼓個掌。呢種喺傷口入面係大吉之上，我哋稱之為貴人腳。貴人腳點解腳背豐厚就係貴人腳呢？易經坤卦講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大地之所以能夠承載萬物，係因為佢足夠深厚。一個人嘅腳背厚實，象徵住佢嘅德行同福報有足夠嘅厚度去承載命運入面嘅財富同機遇。呢種人空想性格憨厚，唔中意計較，表面上睇好似成日蝕底，但喺佢哋走投無路嘅絕境入面，往往會有好似天降神兵一樣嘅貴人出手相助，逢凶化吉。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發生喺深水埗嘅真實故事。喺深水埗嘅一條舊街巷入面，有一間開咗快30年嘅車仔麵檔，老闆大家都叫佢郭伯。郭伯就係一雙標準嘅貴人腳，腳背豐厚飽滿。佢呢個人啊，使日笑呵呵嘅，街坊鄰里邊個屋企有乜嘢事需要幫手，佢二話不說就去救佢。幾十年前香港仲未有而家咁繁華，好多新移民或者家境貧寒嘅學生都係嗰一帶生活。嗰啲窮學生嚟食麵，往往淨係點最平嘅蘿蔔同豬皮。郭伯睇喺眼裏，佢把大湯羹一揮俾呢啲細路面嘅時候，底度總係偷同住2嚿牛腩或者半子滷蛋。佢從來唔講穿，亦都唔多收錢。街坊都笑佢話：老郭，你咁樣做生意，算盤都打唔響，遲早要執笠啦。郭伯只係笑笑口話：大家都係求2餐溫飽，後生仔發育緊，食飽肚最要緊。當結個善緣啦，就咁樣，呢碗麵一賣就係30年。前幾年香港嘅地產市道變動好大，舊區重建嘅步伐加快。郭伯嗰個麵檔所在嘅唐樓俾大財團收購，業主為咗高價賣出，只俾咗佢1個月嘅時間搬走。郭伯當時已經快70歲啦，大半輩子嘅心血都喺呢個細細嘅麵檔入面。佢和磨咗幾十年嘅老水係佢最珍視嘅寶貝。可是而家外面嘅租金貴得嚇人，單單係按金同上期就能夠要咗佢條老命。眼見住關門倒數嘅日子一日一日逼近，郭伯急到頭髮都白埋，坐喺麵檔後面發呆，連湯都冇咗。就喺佢黐最後限期剩返3日嘅時候，奇蹟出現啦。嗰日中午，麵檔前面停咗一架黑色嘅7人豪華房車，車上行落嚟一個西裝筆挺、年約40出頭嘅男士。佢大步走到郭伯面前，都唔嫌棄嗰張油膩嘅舊摺台，直接拉咗張圓凳坐低，開口就講：老闆，俾我嚟1碗蘿蔔豬皮麵，底度要加2嚿牛腩。郭伯聽住呢個要求，猛然抬頭望住眼前呢個似曾相識嘅面孔。那位男士眼眶微紅，笑住話：郭伯，我係當年嗰個日日嚟食麵嘅阿豪啊。原來30年前，阿豪係一個單親家庭嘅窮小子，媽媽生重病，屋企連交學費都成問題，每日餓到吞口水。郭伯就係用嗰從底度藏牛腩嘅方法，默默咁維護住阿豪自尊心嘅方式。為咗呢個細路足足3年，後來阿豪考上咗大學，去咗海外留學，再回流香港，如今已經係一家跨國金融機構嘅高層。阿豪食完嗰碗麵，由公事包入面攞出一份檔放喺油膩嘅桌面上。佢話：郭伯，我聽街坊講業主俾你走，我喺格黐嗰條新開嘅商業街買低咗一個地下鋪位。呢份係終身免租嘅租約，只要你仲願意住嗰個鋪位，你想用幾耐就用幾耐，就係屋企唞下，以後我嚟俾你養老。郭伯當場老淚縱橫飛還。阿豪當年不過係幾嚿牛腩，邊度值得你咁樣報答？阿豪搖搖頭話：郭伯，你俾我嘅唔單止係牛腩，你俾我嘅係嗰個寒冷嘅年代入面唯一冇俾人嫌棄嘅溫暖。因為有你，呢個社會係有希望嘅。我後來拼死拼活咁奮鬥，就係為咗有朝一日能夠還你報答你。各位朋友，你哋聽下，
呢個算唔算係天降神兵呢？就係歸隱腳最深嘅玄機。佛家講願力生過業力，你每一次嘅寬容，每一次不計回報嘅伸出援手，全部都係喺度為你生命入面嘅福德賬戶存款。老天爺最錫憨厚人，天道母親賞與善人。最好實嘅靠山，今日嘅壓軸腳上第六重，亦即係腳底長字。而家我請各位做一件事，你可以將支腳抬起嚟，或者今晚沖完涼之後攞塊鏡照下自己嘅腳底板，仔細揾下睇下喺腳心、腳踭或者腳掌嘅位置有冇生住一粒黑色圓潤嘅黑痣呢？粒痣唔一定好大，有啲可能只有綠豆咁大，但只要係黑色嘅，摸上去稍微有啲凸起嘅活痣就算。大家亦都可以幫屋企嘅子孫睇睇。如果有摸，今日要先恭喜你哋啦。但係恭喜之前，我亦都要話俾你哋知一個真相：腳底有痣嘅細路，往往由細到大都係最令父母頭痛、最難管教嘅細路。喺我哋幾千年嘅商學入面，呢個叫腳踏一聲。歷史上最著名嘅例子就係明太祖朱元璋。相傳朱元璋少年嘅時候，曾經喺舅父屋企幫手洗腳，見到舅父腳底有一粒黑痣，舅父好驕傲咁講：呢個叫腳踏一聲，能管萬馬千軍。朱元璋一聽，衝口而出話：咁我腳底有7粒痣，豈不是能管天下太平啦？後來佢果然做咗開國皇帝。呢個當然係歷史傳說，但從命理上睇，腳底有痣嘅人命中帶驛馬，佢哋天生就唔係安分守己嘅性格。我曾經認識一對母子，媽媽我哋叫佢陳老師，係一位極之傳統保守嘅香港公務員，一世人本本分分喺政府部門做咗30年。喺佢嘅價值觀入面，穩定就係一切，買層樓打份安穩工就係人生嘅最高追求。有一日，陳老師扯住佢嗰個令佢極度頭痛嘅仔阿傑嚟揾我，一入稟陳老師就開始哭訴，話岑老師啊，我託咗幾多關係先至俾佢喺一間大機構揾咗份舒舒服服嘅文職，結果佢做咗唔夠半年，竟然將個上司炒咗魷魚，係要去搞乜嘢東南亞跨境電商，日日喺外面瞎折騰，之前已經食咗2次錢。而家仲唔死心，將屋企嘅氣氛搞到好似計時炸彈咁。你話我到底係做咗乜嘢業，攀上一個咁樣不務正業嘅仔？阿傑坐喺旁邊，濃眉大眼，精神充沛，但眉頭緊鎖，一臉嘅唔服氣。佢梗住條頸，一句話都唔講，冇叫阿傑將鞋抹除低喺佢嘅右腳底板靠近衝泉穴稍微偏下嘅位置，黑然生住一粒棘到咁大嘅活痣，黑到發亮。我轉過頭對陳老師講：陳老師，你唔好鬧佢啦，你今日就算將佢用鐵鏈鎖喺辦公台度，佢亦都絕對做唔定嘅。我話俾佢聽，呢個喺易經入面叫做水生巨木。從乾卦嘅卦象嚟睇，阿傑而家嘅狀態係潛龍勿用，佢天生就一個要死灼奔波，要喺商場上同誰千軍萬馬嘅將相之才。佢之所以而家處處碰壁，蝕錢係因為佢目前嘅經驗同歷練，仲拆唔起佢嘅野心。佢嘅野心本身冇錯，錯嘅只係時機同歷練。我轉過身望住阿傑，嚴肅咁對佢講：年輕人，你而家最需要嘅唔係更大嘅膽量，而係更深嘅沉澱。你嘅命格絕對不能夠被困喺細細嘅格子間入面，但你亦都必須學識敬畏市場。阿傑嗰個倔強嘅年輕人眼眶瞬間就紅咗。佢話由細到大，所有人都喺度鬧佢發白日夢，夜夜鬧，晚晚鬧，連佢最好嘅朋友都勸佢認命，冇一個人話過俾佢聽。佢嘅唔甘心係有道理嘅，佢嘅野心係值得被尊重嘅。嗰次長談之後，陳老師經歷咗痛苦嘅思想掙扎，最終佢咬咬牙，攞出咗自己準備用嚟退休嘅一筆積蓄，塞俾阿傑，講咗一句佢呢世人最難開口嘅說話：佢阿媽支持你出去闖。後來阿傑去咗越南同印尼發展，
佢嗰種敢拼敢闖、天唔怕地唔怕嘅性格，啱啱好捉住咗東南亞新興市場嘅紅利。幾年時間佢經歷咗無數次挫折，但最終喺嗰邊開咗3個大型嘅物流加工行，手底管住2、3千名員工。前2年佢返香港，喺半山買咗1層豪宅，送俾媽媽陳老師，同我講：岑老師，佢呢世人發夢都冇諗過能夠享到呢種福。各位朋友，腳底有志嘅人，佢哋嘅舞台從來唔喺安穩嘅溫室入面，而係喺外面嗰個波瀾壯闊嘅世界。佢哋年輕時嘅折騰唔係敗嘅，而係喺度尋找屬於自己嘅河道，河道揾到啦，呢條龍線自算真係活過嚟。如果你屋企有呢種令你頭痛、日日折騰、唔肯安分嘅細路，你越係用傳統嘅規矩去壓制佢，佢反抗得就越激烈。今晚等佢瞓着咗，去掀開佢張被睇下佢腳底板有冇1粒字。如果有，你可以稍微放心啦，佢唔係喺度胡鬧，佢只係喺度揾自己嘅路。新會長貝利唯一要做嘅就係話俾佢聽做人嘅底線，然後大膽咁放手，信任佢，千萬唔好用你後安穩嘅心去禁錮一個天生就要飛嘅靈魂。各位朋友，我哋頭先一口氣講透咗6種腳傷嘅玄機，大家而家對自己嘅命格應該都有咗一個大概嘅底。但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嘅最重要一句話係相由心生，腳藏命格，但命由己造。易經入面講得清清楚楚，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困，君子以厚德載物。你嘅命運從來唔係固定死板嘅，佢係跟隨住你嘅德行、你嘅修為喺度不斷流動嘅腳上。只係你出世嗰陣，老天爺發俾你嘅一手牌。呢手牌好與壞係先天嘅，但呢手牌到底點樣打，全部在於你自己嘅修心同埋養生。所以喺我哋呢胡查見底之前，我仲有幾樣養命心法想讓各位帶走。呢個唔需要你去雲任控水大師算命，你每一日都可以自己觀察自己調整。第一樣，摸你腳嘅溫度，大家而家不妨伸手摸一摸自己嘅腳背，感覺一下係暖嘅定係涼嘅。你千萬唔好少睇呢個動作。我哋中醫有句老話叫做汗從腳下起，病從汗中來。腳似我哋嘅心臟最遠，氣血要一大圈先至能夠流到呢度。如果你陽氣不足，最先凍晒嘅一定就係雙腳。好多上咗年紀嘅海外華人朋友可能覺得成身冇力氣，睡眠冇去醫院又查唔出乜嘢大毛病，其實根子就喺呢度，陽氣虧咗。但仲有另一重極端，有啲人嘅腳摸上去唔係涼嘅，而係燙嘅。特別係夜晚睡覺，腳一定要伸出象鼻先至舒服。呢個喺中醫入面叫做陰虛火旺。易經入面講，亢龍有悔，陽氣亢奮到咗極點，反而會傷身。虛火向落走，即喺沖泉穴。呢個係喺度透支你嘅生命存貨。最理想嘅腳溫係唔冷唔熱，摸上去微微溫潤，就好似啱啱盤過壽參嘅玉石咁。點樣調最古老，亦都係最有效嘅方法，就係睡前浸腳，水溫保持喺40度左右，浸到後背微微出汗。浸完之後，用雙手搓熱腳掌底嘅沖泉穴，左手搓右腳，右手搓咗腳一搓，心火就落嚟啦，腎水就上去啦，你嘅精氣神自然就翻嚟啦。第二樣，睇你行路嘅姿態。各位朋友，古人講行如風，站如松，呢個唔單止係禮儀，呢個更加係養生同氣象之道。一個人行路嘅樣，就係佢氣場嘅樣。大家可以請家人幫手睇睇，你平常行路，你嘅腳尖係向外撇、外八定係向內扣內八，定係兩腳平衡向前？腳向外撇嘅人重心低，唔輕易跌低，但做事容易虎頭蛇尾，精力容易渙散。腳向內扣嘅人心思細膩，但容易轉牛角尖，將自己困喺情緒入面。最好嘅行路姿態係兩腳平衡，步幅穩健，腳踭先落地，然後平穩過倒到腳尖。主一身行事
有根有據，唔急唔躁，威氣自然來。如果你發現自己行路開始拖住腳行，那你就要警惕啦。人一旦拖腳，氣就散啦。神亦都會換散，老得特別快，每日出門挺直腰板，腳踭踩實，你嘅命格亦都會跟住硬朗起嚟。睇你鞋底嘅磨損，呢個細節透露嘅訊息比先天嘅腳型仲要真實。大家不妨去將屋企着得最耐嘅一雙鞋攞出嚟睇睇，如果鞋踭外側磨損嚴重，說明你行路時重心偏外。呢種人通常交際廣泛，心向外求，但也容易內心耗散，錢財咗手入右手出。如果鞋踭內側磨損嚴重，重心偏內，呢種人容易內耗，凡事諗得太多，機會嚟咗又猶豫不決，括合守成，唔括合開創。最理想嘅狀態係鞋踭後外側有輕微對稱嘅磨損，呢個說明你氣血調和，陰陽平衡。想要穩範重心嘅朋友，我建議你，如果有條件，每日揾一塊乾淨嘅草地或者木地板，赤腳行10分鐘，去感受大地無形嘅手，呢個叫做接地氣，能夠幫你將偏黐嘅磁場重新校準。各位，我哋今日講咗6重腳傷，大腳趾長嘅靠山傷，要懂得厚積薄發，而腳趾長嘅稀釋腳，要明白唔增即係增。前3指齊拍嘅勞碌命，拖過嘅關鍵在於學識放手與信任。腳背豐厚嘅貴人腳，靠嘅係日積月累嘅憨厚與善良。至於腳底長痣嘅張傷命，請給予佢哋廣闊嘅天地同埋足夠嘅包容。唔好忘記透過腳溫步態同鞋底磨損，時時刻刻檢視自己嘅身心狀態。福人居福地最好嘅風水，始終喺人心。